啦，唔係拍片嘅，定住你睇可以㗎啦嚇。嚟一張3、2、1，嚟一張打直嘅。好，我哋今次咧俾個手指公俾個 like 嘅，係俾個 like，係啦。首先多謝何文朗先生用盡心力去統籌成個露營，包括所有嘅宣傳物資啦、紮作、安排食飯、尋晚我哋營火會、今晚嘅燒烤，以至今日我哋11個攤位嘅所有活動呢，都係佢安排。多謝你，文朗。本身呢就好潮濕，我都好擔心今日落雨嘅，點知呢一嚟到呢就出太陽啦，所以我哋即係應該感恩今日我哋有個咁好嘅天氣啦。雖然熱咗少少，大家好熱啦，咁啊影張大合照先，係啦，而家爭取時間。
先放飛機。好，我哋而家嚟一張試一先啦。3、2、1嚇，嚟一張打直嘅。3、2、1，再嚟笑下。好，我哋今次咧俾個手指公，俾個 like 嘅，俾個 like，係啦，俾個 like。準備3、2、1，再嚟3、2、1，好啊！好，我哋仲有電話幾張相，大家 hold 多陣啊！